来看家己阿里山的鹿野村，因为这海拔甲气候的关系，一年四季拢会来种高山的百合花。为了要推广地方的产业，生产合作社就邀请农粮署等单位做伙来举办头一届的阿里山这个百合花季，希望互民众知影讲，这阿里山除了咖啡甲茶以外呢，还有一项高山的百合花。合作社主席伫文史内底向大家绍介30多种无共品种的百合花。嘉义县阿里山乡的鹿野村，暗算为10月27开始到11月初1，要来举办第一届的阿里山百合花季，希望互民众知影阿里山种的高山百合花。阿里山乡目前我们在这种百合哈，我们年产量我们掏到150万支左右。那面积有时候不准，因为有时候里边，因为只是说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几乎可以排10万，可以生产10万枝花。在阿里山，你可以有这种机会看到这种百合花，真的是第一次有这种体验。阿里山乡鹿野村海拔高度大约伫1500公尺，这气候环境适合高山百合花生长。乡公所表示，阿里山百合已经伫阿里山种超过30吨，是咖啡甲茶以外另外一项真重要的产业。台湾人的用花文化其实并没有很完整，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跟民众接触，把这些用花的文化再拓及出去，这样子。那也希望可以结合这边的一些观光旅游啦，非常棒的行业啦，所以我们公部门会尽用我们一切的资源来做一个辅导跟支持，这样。农粮署指出，国内百合花种植面积大约有400公顷，嘉义县有12公顷，拢伫阿里山鹿野村，而且一年四季拢通看到百合花。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唔但互民众认捌在地产业，嘛替产业带来活发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